维也纳连续7年本已选做全球宜居城市，输送的记录从4年的消费政策，所唔清的文化遗产，老屋桥强下铺出娘娘的古典气息，也就是维也纳上到世界旅行人的原因。不过也在老牌城市上人的所在，汉卡地嘅模团的创意，与城市建筑人票上的法律，也摆就对打破4年对国策刻板印象的拍水工艺开始，老爱等嘅乡亲见面咯。嗨，香婷，阿姨你好。在安久嘿啊？无啦，爱歇困一下天。哦，洗动珠哦。歇困啦，无洗动珠，你那边洗动珠按多年嘞？按啱爱踢吼。你错了边？很爱错了。哇，按啱。爱跳下来。爱错唔拢诶。这个会。对啊。你看我按奖无？有啊，爱感觉爱跳下你那边，然后就按用看，爱就感觉。亲像住在 pop art 地位哦，干嘛有按法？你讲就係我感覺亞中啊，像我暗泳躺了一陣子，然後我就感覺那個太陽的變換，然後達到那種反射轉來，每一個世界都冇相樣嘅。錯，夕陽化哈，陽光是很重要的。哦，哎，陽光它讓你感覺都不一樣。该墙壁淡薄美女有线条，该底度哦，还是唔会讲摸不会有看底度没有配合该 decoration 和该设计，对。对工样线条敏感嘅容易哪伊，係來自花蓮嘅客家人，咪係維也納少數嘅個畫家。佢講打破傳統嘅建築形式，用唔對稱嘅線條來發拍攝塊有名嘅白水工藝，就地講係維也納現代建築嘅代表。漢卡維也納嘅偉大就係佢嘅包容力，那位認識維也納嘅導演，但係就係維也納清代嘅市場 Naschmacht 開始來認識咯。前面就係那市場。錯啊，前面就那市場，然後兩個一樓呢咯，走就按樓呢哈。衝擊到那邊是會有人來開罰單，不是啊，停車單嗎？錯啊，會來檢查，檢查。看有一下該停車單冇。哦，所以那邊係去搞一下停車單哦。嘿，去搞一下停車單，還用電腦停車也沒做對啦。加張買啊，加張買。你去哪一邊買啊？郵局買。哈，好麻煩哦。本來該香煙店買，那邊都該買。有咩顏色呢？斑點種哎。你可以看。斑點種。睇下看那個有沒有聽說那個 lottery 台灣簽樂透的樣子。一點鐘哎。哦，它是用顏色來分。一點鐘。一個半鐘頭哎。那邊我看到誒。佢15分鐘50錢。你看，15分鐘50錢。佢有規天哦，唔得不能停上床哦。所以你出去來個下單呢，你還有電腦停車。出廳買數下嘅停車單，咪做得跳過名路電機扣錢。不過阿姨講，維也納千里片嘅交通工具係太重運輸，為咗降低空氣污染，提升處所嘅品質，維也納發展出東完善嘅交通系統，還用較便宜嘅車錢鼓勵大家來使用。來到市場，看你還有乜嘅好食嘅？阿姨，香雞兩個。也係乳酪嚟啊！乜嘅東西做嘅啊？它羊做的呀，保加利亞跟希臘，埃及。好濃嘅米湯呢！錯個。那兩個係用在哪邊啊？要講佢烤啊。用烤誒。用啲。用去烤肉腔啊，烤肉啊。你有試過兩個冇？係。當可，你唔可以食咯。唔可以食。係 ，thank you。會粗粗嗎？唔會粗粗嘅，清好食。然後，按用是感覺它很有咬勁誒，就是你食起來會有那種 chewy 的感覺。烤過去過誒，你去從披薩，有一點蠻鹹的。那個真係要老東西向下食，真好食。還有兩個看起來按醬呢，哈，看因為買了好嘛，兩個係乜嘅？
8种不同的水果跟8种不同的核桃做成的，对。那两个黑奶，Where is this from? From here, it's Austrian. Yeah. 在奥地利做的，对，奥地利做的。OK， It's from nuts and the fruits. OK， 8 diverse nuts and 8 diverse fruits. And it's without sugar, without meat and without rice. 没有糖，对。 The normal one, and I have this one is Bergschnitte with cranberry, and this one with ginger, and this with dates and the coconuts. We try the most traditional one, huh? Normal one. Yes. 对啊，哪一个核桃多一点？你得买好吗？好啊，买一滴的呀。 OK，danke schön，你会吃？你吃啦，你吃。你们会吃哦？好吃吗？有一定的冲奶的跟那个什么南枣核桃糕，臭。它就8种核桃、8种水果一起做成。你要该要不要核桃？哎，喂，呀，一堆一堆啊。日本人讲係維也納人都市嘅 Naschmacht， 看到中東亞洲嘅料理，你是唔好感到奇怪哦。50年代，維也納為咗補足勞動力，用嘅相對寬鬆嘅移民政策，咪採取為啲維也納將近1半嘅人口來自移民嘅家庭。 因為聽說移民農業咪變成政府當關心嘅事，嘅阿姨佢又係用嘅農業嘅咯。好吃嘛？好吃。哦哎，唔講愛食睇咧，你係咪食睇？結果冇冰糖啊，不過咩按甜嘅。你講過？青紅做嘅。唔過阿姨條下愛看到你老記條講法按樣，很像很順誒。哦，當然叫嘅啊。啊，對了，比如新翻譯做好講咩法？你好。哎，你好。錯啊，錯啊用。以前嘅時間你就用嘅講。啊，愛做講唔用，愛做用筆啊，啊冇人注意超級市場買東西較夾，你買你出去付錢啊較夾，啊佢糖冇你就用筆啊，筆冇，佢咩無限，佢咩會看到嘅。所以咧，讀幼稚園啊，咩考唔識啦，因為那個語言啊，我先生是專業嘅。 啊，其實我做那個廣告欄，我來寫嘢，啊寫嘢咧吼，我做專業查字典，啊一年聽，我做第大擺寫攏通用，慢慢就習慣，係啊係啊，啊即個一他個太好個先修班嘛，做啊加減土啊又平又好悶啊，好啊。1982年，聽到維也納讀博士嘅老公。 規往人曬到奧地利，老公畢業轉過教書，讓人阿姨為到細人嘅教育，就選擇留喺維也納開飯店。一下兩個細人嘅太太，沒有自家嘅事業，等一下就落去拜訪做建築設計師嘅設計師嘅客戶，看見用嘅啲亞扎古蹟上面做設計。當然是，因為所以這很多在維也納很多區都是這些區這些房子都是 protected。 哦，所以你不行亂動，對。所以那如果他們想要改，就是要跟這個這裡的政府要申請，他同意才可以改。像我們改這些門，還是我們改這個 sign， 這個 sign 都是還是我們現在就是夏天有這個 Shiny Garden，就這個花園這外面也是要跟要申請。我在市區裡面是更嚴，在市區像我們這邊的區還是地區，然後。 他們這有一些街，他們在地圖上，他們有一個政府一個地圖，他們會寫說這些比較嚴格，然後他會比較多人要看。我見過走地老太家講，他就係你看幾條嘅招牌，喊那細細嘅從台灣，你越做越大，你越醒目越好。可是這裡不一樣啊，這個要繳空氣稅的。 空氣稅，你會影響到空氣。然後它靠着牆壁的話不用繳，可是這樣凸出來的話要繳 Luftsteuer。因為在維也納就很特別，就是這種 old style 的 building， 是我覺得我很喜歡。太搞笑了，看一下，就是像那一戶，他們可以種花，他們要申請嗎？ 這個要繳空氣稅的，
空气税，你会影响到空气。然后它靠着墙壁的话不用缴，可是这样凸出来的话要缴 Luftsteuer。在看板太細來數嘅空氣稅，本維也納嘅看板看起來雖然冇大熱，下次都當節制。條擺差唔多係歸屬係嘅維也納，城內嘅建築大部分都超過100年，因為好好用一珍貴嘅文化資產。對整體火海嘅強度保有變化，未一太好悶。OK， 这是我们的 conference room。你觉得当时候你们有这一层以后，你觉得把它改成现在的办公室会很难吗？不是觉得很难，因为我们特地找这种老的办公室，因为这种老办公室有这种 character， 因为它整个很高，就是讲你新盖的一个办公室，它不会盖成是像这样的，所以我们很喜欢，因为在维也纳就是很特别，就是这种 old style 的 building， 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little balcony。出去看。那像我刚刚看你们路上有很多人开卡车来看一下，就还像那一户他们可以种花，他们要申请吗？不用种花，不用申请。种花那什么东西要申请？就你盖东西的时候。something permanent。那你觉得就是在这种旧的房子里面，你要创造新的一个 new concept 会很难吗？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hallenge。在维也纳很难，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很多区都是 protected， 所以没有你改的，所以在这边讲你要盖新的时候，大部分只是 roof extension 而已，这些 roof 都还没有 renew， 所以他们现在会就是把它改成 something 就是 exceptional， 那你觉得只要在市区的时候，你看像这边，看起来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光是你看那个下面是砖吗？还是什么？对，是砖。然后上面那个材料是完全不一样，很跳痛是吗？是这样讲？假如在维也纳市中心想盖 something new， 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不行改掉，还是你不行拆掉，所以变成说只能在屋顶上面 create， 就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饱和了，只能把你的 idea， 只能盖往上面，在上面盖而已。雖然做地改造嘅空間有限，不過維也納當現代用歷史建築，除咗延續上世特色老建議之外，每本新嘅空間創意有舞台做地發揮。客數講，啲漢字都求變化，未係啥嘅個上度親神奇嘅地方。看定客數啲維也納嘅成就，若以那一講，請感謝維也納對移民嘅包容力。本期老生人呢，做地啲兩位潛到發展嘅空間。我們冇講傾向啦，反正我就想講，藝術嘅成法嘛，藝術肯定愛用做，大曬強化做啊，做愛用天啲，佢咪得提供人來接觸，所以人後尾提供，我哋三煞都該用。你就散你去窮下嘅。我叫爸爸做暑假當過來啊。那你會引起你老公都冇啲嘅身邊？都做開始你會感覺講啊，清甜啦吼，等下買東西吼，你種牛羊嘅拖都拖唔停，不過等下要拖唔落吼，還是會旁邊有人啊會拜託佢，該公司嘅人吼，該大賣場，喺佢通來辦東西，辦定啊會補一點小費，啊叫你咩？政府通來聽說你說拖個菜都拖唔行因為買東西我買青島還好啦，還是感覺佢有大片嘅蔬菜啊，因為入邊博士畢業，你講而拿到一個教授嘅工作不容易，因為他們唔係講你突出有黑教授嘅資格，因為教授的位置有，你才可以進教授的位置。本上老豆是喺天天老公讀書，暫短搶喺啲維也納，冇想到老公畢業轉台灣，兩個生年呢殺到到學業廉價嘅問題，未到4年嘅教育，
楊英阿姨較愛嘅聽眾到維也納繼續開飯店，嗰陣公婆一家一跳嘅生活。講起一段經過，楊英阿姨講：人生有很多嘅事情你冇辦法控制，啲嘅當下，生意呢就係生活嘅動力。不過你眼看你都按用天氣上，那你唔會想到你去搞，就是你沒有想要做嘅事情啊。不過你要想講啊，佢用嘅生意你中意嘅。你又不記係乜個東西，錯冇？係啊，你沒有不記有個。我係忙做阿妹，因為阿妹唔知，但係心情都在很用嘅。出來用啊，年初嘅工人嚟出嚟用啊，辛辛苦，不過你都省飯還有生意呢，這是你會為母則強，也不會想說。眼淚要掉下來，不能照了。對啊，因為孩子也可愛，那你給他的環境，你就是要造就那個環境。我也有想過，我去念我的書，我以後也可以找一個好工作回台灣。可是我不知道為的是什麼。即使我這樣念完，我只是上班，然後就人也是一樣老死啊。對不對？然後那2個小孩子怎麼辦？因為我們沒有交流，感情沒有交流，我們的深處是空白的。因為我真的太忙了，晚上到11點才下班，然後小孩子7點我都自動起來，然後他們要趕着一起上課，所以我們交集點很少，就是1點的時候下課，坐在飯店的第一桌寫功課，所以客人都知道哦，他們好不好，他們幾年級了，就這樣。雖然一段經過做出高鐵咧，不過回想起來還係當難忘。阿姨講，歸路行來辛苦，啥物都要價出。其中啲飯店聽數多年嘅印度客家太廚小邱叔叔，就提講係佢老公嘅太貴人，每因為安樣。阿姨想打幫人機會，好好嘅感謝佢。小秋通係天數青島啊，係做乜嘅時間？剛係開飯店，開飯店，我先生弄啲台灣教書啊，貴在有小秋喺幫忙嘅哦，當時我咪買生意咧，生意都點咯。我去請小秋煮飯幫我食，就佢請上來兩個生意，錯啊！唔過結婚啦，喺度有人介紹嗰陣人啊，介紹結果來，講哦，我哋邊有一隻小秋啊樣，家下忙結婚嘛，當我哋家邊樣結婚兩個生意嚟19歲吼，按家嚟到。從你兩啥都會一開始來，你會說德文嗎？德文也不會講。普通話也不會講，普通話國語啊，就國語也不會講。只會印度話咯。最開始的時候沙士堡，沙士堡的時候都會話，就會聽英文，就講英文。英文講得清楚。一般笑哦，他們今天媽媽那個都笑得咗。哇，我講哦，有一擺吼，啲酒台啊。有一陣人行出韓國嚟，出來見講法，技術見點條，都未技術點嘅，都未講清楚嘅，其實講對不起，我不會聽德文。佢就人講哇，要我按用咯，我冇喺做通嚟講咯。兩個客家人，一個係啲印度來嘅，一個係啲台灣來嘅，啲語言唔同嘅環境度相互扶持，變出嚟多年同情。東南感情嘅交情，也係開喺啲外國親難得嘅。有時嚟去專門下到印度去看遊嘅，也係請一個人幫忙嘅飯店嘅，我按叫人專職看自己嘅遊。你也是會度假那個飯店，是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就他們嘅印度朋友嚟幫忙。係啊，講小秋哦，聽錢哦，錢到人哋當度假咯。因為我宿舍人冇去安度啊，
啊，感觉客家人真袂识苦诶，你无感觉吗？毋过因为要按样相处，拄到诶啊，做按样行。呀，太太一个人看生意呢，总係一個人上班。辛苦一下幾多年，等生意呢太累。現在生意太係佢哋自家做工誒，房租是我哋出誒。都係為了生意呢，然後要讓他們長大，咬着牙，沒有本幾條胎誒。應該講是說，在盼望中過日子。有盼望，你的生活就不會失落跟失望，沒有精神。在盼望中，因為你有盼望跟希望，對，它可以，所以你會覺得明天都是快樂的。啲信用度簽到列條，阿姨相信無論乜嘅事情，上帝聽從有佢嘅安排。也下生年嘅太爺，佢路行來一次唔是標題嘅畫圖，就變做也下嘅神法創新。佢講。來到維也納30年嘅歲月，有失有得，雖然辛苦，但係本期有機會把西方嘅畫圖技巧融入到嘅畫圖，開創出自家嘅風格。同時，佢咪透過搞國畫，更減嚟海外僑胞。因為我看到你用顏色的方式其實是蠻大哦，你應該來看兩位。像那種是人物紀實，然後像那種是風景，然後又有那種看起來比較現代的感覺。你真嘅沒有局限說去搞買個東西。冇啊，就看到安講啊，像來突破，來用你來筆來畫出來，聽。你的畫作，然後你嘅臉都會強用。啊，真勁哦！你要一直突破你的極限。對對對。然後讓你來感受，來表出來哦。嗨 ，Hello， 阿姨你好，宣平，你好，你們那他這個腿板咪老師，他啦，他是我們的會長。沒有緊，但係腿板咪很重哦，兩下。細細嘅做下要年嘅腿板咪，離鄉就算超過30年咧，最多還係會當時人家鄉咪。透過1禮拜嘅國畫課，就睇見家嘅維也納嘅台灣鄉親，一人一道拿手菜，每本也群離鄉家10年嘅鄉親，做得都熟悉嘅密室度，分享生活大大細細嘅事。食個飯就聽見也群快樂嘅老前輩，鄉下同幼英阿姨學畫圖咯。你看兩邊都係那個阿姨們，每一個人都已經。開始動手了，我都感覺佢哋畫圖嘅時間啱好湊佢哋呢。唔會啊，也都見把見聊天攏做得，啊你沒會停下來，你就停下來。其實我條下已經有畫了一些些，然後阿姨講兩個人分離拍個照片好羞愧啊！他都有默默幫你把東西收着。這個業力是1965年，對我來講是說。我在國外那麼多年，也沒有像別人這樣天天有媽可以叫。其實我條下已經有畫了一些些，然後阿姨講。兩個人分離拍個照片好羞愧啊！然後我還忙畫完，因為我感覺還缺了一個很大的，心裡還有很大的一個空洞。然後兩下阿姨就會老奶天數把它完成，這是我用沙控它完成的作品。好，那我哋做來畫圖了哦。啊，你會表示快樂還是憂鬱還是？我要他們記到迄。鄉下嘅，不過就是還沒有融在一起，這樣。他們在努力。哦，他們在努力。好吧，那我就把它顏色兩個人噴在一起，讓他們合在一起，把它粘在一起。好。我剛才就在想，很想要用黃色，我不知道怎麼用。你現在幫我想到辦法了。黃色從這裡，然後這裡要給它一點。這裡也要給它一點，就給它融在裡面。這個畫我要留着哦。哦，留着沒有問題。阿姨，你們
哦，你讲哈，哎呀，去讲哈，没有六寸骨，我叫2寸，杨纯，哦， 2寸。啊，你都被每一个礼拜都会扒吗？对啊，7月1号才开始，因为今年7月哦，那个他回台湾，回台湾， 2016年的班是7月1号开始的。鲜品跟散漫最早，对不对？好吧，那你怎么处理这个？就是等它干了，然后我会带出去退班，然后俩就会我老幼婴阿姨的共同的回忆，我会很珍惜这个。伫发牌嘅用色度，我看到幼婴阿姨对生命嘅熱情，我看佢畫圖啊，就從啲嘅老太家分享，行卡畫圖對阿姨來講，除咗寫意當下，上時行卡係思念阿爸嘅方式。是这个，这个是我的自画，我自己小时候的自画像，然后我看到一个，这个吗？那个是我自画，我没那么漂亮了。古时候娘吧，它是其实总系困定，困定系就有人阿妈讲，你还捏的东西哦，阿奶叔讲啊，你还捏的东西哦，啊就大亏了。它都有默默帮你把东西收着哦。然后我一看到这个月历是好久了1965年的耶。你看哦，所以他用这样把你满满的东西都给包住。对呀，就包住，然后搬家从花莲搬到虎尾，又从虎尾搬到板桥，又搬到新店。那你第几楼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对，然后我妈妈拿给我的时候，她妈，爸爸不用你救我。他说因为我在台北，他们要搬家，那个都贴在墙壁上。走了以后这些东西，对呀，妈妈才给我。对。那我眼干过啦，就是看到两个，父母亲真的扣年几流，嘴巴不会讲，可是他们的很爱我们，他们做的事情是，对呀，一滴一滴的积下来，因为他真的，虽然他有时候讲话他对我是特别疼我，我弟弟都知道说爸爸特别疼我，可是我们没有感觉得到，可是我觉得他跟我讲话，像我一次打破了盘子，我就吓得要死，然后他就过来说，有个多么啊。说错我才心里才定下来说，哇，还好没骂我这样子。可是让我感觉到，我以后教小孩，我也不要用骂的。講起阿爸，用伊阿姨有黏黏嘅懷念留唔攀的。啲阿爸所從化作嘅動作度，我從就地感受到阿爸對佢嘅痛惜。唔過每因為安用，冇辦法有效阿爸變做佢一下親態嘅遺憾。以前的習慣就是說，男孩子都會講，嫁給我們就是我們家裡的人。以前的人會有這樣講。那我們認定上就是說，我們結了婚以後，我們就是照顧這個家，這樣。那導致因為我爸爸很疼我，一直到1998年的時候，97年的聖誕節生病，然後就趕快趕回去，因為他是腸癌末期。然後我們就打電話找人，因為家裡從來沒人生那麼大的重病了。然後到最後，他就說他自己決定，他說死馬當活馬醫，他說要接受化療。然後我們也知道接受化療也是很痛苦。然後這中間我就趕快叫孩子也回來，我就回來處理這裡的事情，這樣子就是說趕快回去1個月，我不知道那麼嚴重，然後又回來。處理完以後，這中間我會叫小孩過來看看他，因為2個孩子都是他帶到6歲才跟我來這裡的。因為那時候我們結婚要買房子，大家都要上班，然後他就突然間就3月21號就走掉了，就1998年。所以就對我來講，就是說子欲養而親不待。所以我對我媽媽就有時候，當然以前就說
人家会说，哎，你结婚就是跟男，对对对，不能一直回娘家这样子。那我对我来讲是说，我在国外那么多年，也没有像别人这样天天有妈可以叫，对不对？现在妈在，你还有妈可以叫的日子，当然要找时间多相聚，就是这样。也是因为那个距离，让你们每次看到都是特别珍惜，因为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是啊，已经80几岁，我小妹也跟我讲，妈，妈伊呢无多的呢，你无爱用的。虽然做人嘅伴娘，做人嘅阿妹，也係變做孫親家姨嘅阿婆。不過阿姨有一個唔會變嘅身份，就係也愛親同下嘅細妹嘅，寫世界嘅快樂留愛，對照等東南送錢嘅親情獻策，父唔拆親嘅後，變做阿姨心肝度親態嘅缺陷。不過可能東南做錢嘅生命，就得因為曉得珍惜，還較慢慢。阿姨，希望你賺了台灣嘅時間，我來親愛了哦。然後聽說裡面是非常的富麗堂皇，是不是還有一個電影拍攝的場景？對，《Sound of Music》你知道嗎？真善美，那個係傳統嘅奧地利的，對，他們很喜歡做這種蛋糕。離開維也納，我哋愛坐大約3點鐘嘅火車歸路向西，到德奧夾街嘅歷史名山，同時咪係莫扎特嘅故鄉 Salzburg， 去拜訪我哋嘅鄉親 Christine， 唔知好理由嘅佢會帶領我哋去到哪邊呢？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搭哪一號到？我們現在1號、2號、3號、6號都可以搭，反正它每一個都會就是進城。我們是要到最中心的地方，對 ，City Center。我覺得來到這裡跟我剛從維也納來到薩爾茲堡，然後就感覺這裡我現在站在這裡沒有像維也納這麼樣的很多以前古老的建築的那種感覺。對，因為現在這裡是那個火車站，不過等一下我們到裡面的時候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的。對。哦，電車是這個嗎？對，這是。好，我們現在就找一下那個打票的地方，因為我們是以現在開始為主，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先打票。對，那這個可以做24個小時。這個對，所以他們有分很多種不一樣的票券的方式。對啊，有1日券，有24小時券，然後也有就是一次性的，買就比較划算吧。這個比較划算啊，3.7而已，可以用1天。中年青熱心嘅 Christine， 羅沃的祖輩陸家，自細啲台北泰，2008年，老之前嘅老公戀愛，嫁到 Salzburg， 喺啲亞位已經8年咧，也下啲當地開民宿，雖然也拜來拜訪都好多到出嫁，唔過佢還係出汗，特別帶我哋去認識 Salzburg 哦。哦，你看那個橋上人其實蠻多的誒。對啊，現在這個橋都被他們弄成鎖鏈橋了。是不是有橋？然後現在就是區分那個舊城跟新城的一座橋。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舊城區，那我們過了這座橋就是新城區了。你可以看到那裡整片都是他們會平常就是露天的。對，你們現在來的時候，它剛好有活動，因為那個薩爾茲堡的音樂節即將開始了，所以它會非常的熱鬧。而且另外一件要提的是，就是這裡是 Mozart 的出生地，音樂之都，這裡是對。那他們這個所是有 lover 的人，他們才會弄，還是你可以來這裡，然後 lock 上，然後就尋找到 lover？ 他們都是在這裡買來的，然後有人會專門幫你們做。那你如果要花多一點錢的話，有些人的是很精緻的，那有些人會自己帶鎖來。我有看到，你看像這個我覺得還蠻特別，他們應該這個就是自己帶來的。薩爾河老 Salzburg 分做左邊嘅 Q 上區同右邊嘅新上區。不過無論新區 Salzburg 都有娘娘嘅古典氣息。香港等到熱天 Salzburg Music Festival 開始，也就會變做全世界樂迷嘅朝聖地嘅。韓國馬克小喬 Christine 會帶我哋到新上區看你好。
可是你讲那个矮的会来看那岩墙是这一面吗？不是这一面，在前面那一边。你说在前面那一对，边？前面那个灰色的那一片。对，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对，它这个就是从我们这里就是起点了，观光客的起点，要参观这一座盐堡。你讲 V 嘛，该就是那一面墙会是萨尔兹堡很有名的地标啊。对，因为以前萨尔兹堡就是萨尔兹就是盐的意思嘛，那就是储存盐的意思。那就是他们以前就是把盐都存在那一面墙的左手边。所以，可是这里它有接近，它没有在海边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盐？奥地利有3个盐矿，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它叫做盐洞。盐洞？对，现在就是观光客都很喜欢去的，就是体验他们以前采集盐的那个过程啊。如果你地图的话是看不到，因为它是在外面的。所以他们以前是会把它松了两边，对，然后就是集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一面墙是这里萨尔兹堡最老的一面墙，对，最古老的一面墙。然后他们都曾经就是讨论要不要把这面墙拆掉，但是政府是觉得这个已经算是古迹了，所以他们不愿意拆掉。然后因为现在这面墙很长嘛，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这种大型巴士的上下车地点。集中地，对，观光客最密集的地方，最多亚洲人的地方了。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这里是满满的。对啊，但是他们就是一车一车下来嘛。对啊。用盐做名嘅 Salzburg， 以公斤嘅河塊留菜鹽關係動稱，啲羅馬人統治嘅500年間 ，Salzburg 土地因為係交通中心，佢啲重要嘅行程 TV， 還卡因為太祖教就喺啲兩位。上世紀關高本意大利 Baroque 建築師全力打造，咪係因為安用，也為韓卡本人喊做北方嘅羅馬。可是那矮的料，它在的这个米拉贝爾花園，對，佢係因為嘛個原因造的啊。這個宮殿是之前一個大主教叫做 Wolfgang， 他買給他的愛人的，為他建造的。然後聽說裡面是非常的富麗堂皇。那邊是不是還有一個電影拍攝的場景？對，《Sound of Music》知道嗎？知道。真善美。知道。對，他有一個場景在那邊拍攝的，就是他們一起唱哆瑞咪之歌，是有小朋友用它給兩魚。對對對，就站在那個前面，對。哦。你就給董事來嘅時間，你對兩魚是熟悉的嗎？不熟悉，一無所知。我只知道一開始我還不知道 Salzburg 是奧地利。對，我是來了之後才慢慢開始認識這個城市，然後慢慢的喜歡這個城市，所以現在奧地利已經算是我第2個故鄉了。從你給董事不習慣，那你是怎麼慢慢適應這些生活？我剛開始來這邊的時候，完全沒有辦法適應，因為他們大概到了晚上6、7點就回家了，完全沒有什麼的娛樂那個休閒活動啊，沒有 KTV， 沒有電影院，什麼都沒有，連跟朋友出去吃飯都沒有地方。對，當然也沒有認識什麼朋友啦。對，那但是久了之後，自己也就是開始工作啦，你就發現其實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我開始覺得在家裡就是要多陪陪家人，假日的時候也要陪他們吃個飯。對，就是在我這裡學會的。Christine 講，唔止係屬奧地利人緊密嘅家庭關係，也係離鄉嘅距離影響。離鄉過後，佢點都還較正常老台灣武漢人嘅關係。也下雖然老以前嘅老公冇緣分咧。沙老無言嘅家娘變做了好朋友，家娘嘅溫暖，每本佢知道有男人嘅愛。聽講你做老家家娘珍珠媽一幫人搶下食啫哦。兩個係傳統嘅奧地利的，對，他們很喜歡做這種蛋糕。喂，這是什麼？它叫什麼名字？這個 Ribbenkuchen 就是這個小紅莓蛋糕。哦，因為他們現在是產小紅莓的季節。所以它那個小紅莓是可以依照季節換的。對，而且這個小紅莓是自己在院子裡面摘的，有機的。Really？ 對，然後這些果醬都是他自己做的。對，我幫你拿一個好不好 ？Okay， danke schön。So is this like the Sunday we have like this? Yes. All the Austrian families? Not every family, I think. Oh, but for your family. Some families they go out, they go in a bakery or in a coffee shop and they have breakfast there. Yeah. But we like to have a nice breakfast on Sunday. During the week we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so we do this on Sunday. You guys save Sunday for family reunions. Right, yeah. But they are not here very often, so it's only my husband, me and our youngest son. So. I see. Christine 講，珍珠媽就從佢啲奧地利嘅阿妹，無論有乜嘅艱苦，都做得老佢分享，老佢聽，變做佢輕鬆有嘅情感支持。
老台灣珍珠媽一族人是有親情嘅關係哦。原來台灣嘅客運系統係啲 OT 里來嘅。每一位安用珍珠媽一族人去到台灣客3年，也未可以記到老台灣嘅緣分。Compared to here, you know, here's all strict, all is in order and everything, and Taiwan was more easy to handle. Now it was really a nice time. When we came back the first time, I was a little bit shocked because our people here are not so open, you know, you're narrow-minded. Yeah, they go like this, you know, it's only them, there's a circle around them, you know. But when you go somewhere abroad, you get more open. Yeah. You have more feeling for this. I think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sometimes, or let's say the living style, because I was introduced to some of the families, to their home, and actually they have, most of them, they have very small apartments or compared to here. And so they're living all together. Sometimes, so when they have the shops, they just go back to the rooms on the back side, close there. Right. So nobody would expect to do it here, for example. Here nobody would park the car in the shop, you know, or the bikes. It was so funny. Okay, do you still remember some Taiwanese or Chinese in language, as in language? In language? Yeah. Yeah, the numbers. Numbers? You're a business person. Yeah. The numbers. Till 10. And let's say when you let's say go to somewhere and see a very nice girl, you say, okay, Pao Liang. And then Zuma, you had to do a lot of like, do you do this? Like when you buy something too expensive, sajia, do you do it? Tai Kwei. In Austria, do you bargain? You can't. No. Yeah, sometimes a little bit. Just no. But no. When you go to a market, yes. I can't Yeah, do you that. can't. He can, but I will not. I can't bargain. Even in Taiwan, I had really problems to bargain. You have to wear a mask. I felt really shy to bargain. 啲珍珠媽開朗嘅小生度，做地感受到佢本人嘅溫暖，無論錢唔錢，佢總係真誠相待。拜訪嘅日，我看到 Christine 南定記，講出自家生活過後工作嘅壓力，到情感嘅調試，人生總有自家嘅難題去面對。不過我想，做地有一個人真心看到，唔盼得 Christine 訴苦，願意留佢做伴向下行，可能係啲外國親態嘅祝福。離開珍珠媽 ，Christine 會帶我哋去找對佢來講有特別意義嘅寫真。記得會要求你做特別一些什麼？对啊，因为像有些人住在2樓啊，然後他們懶得下去1樓拿報紙，就會說，你可不可以把報紙捲一捲，然後丟上去？然後我後來就想說，乾脆從台灣買橡皮筋回去好了，就是捲一捲，有時候丟給他們。對，但有些人也會抱怨，就說你不要用橡皮筋這樣子捲一捲就丟給我，所以就每家都有每家不一樣的。不過秋你安永，你這是實際說哪一戶要求是什麼，哪一戶要求是什麼？對，因為每天都會有，就是他們會，比如說如果他們有什麼抱怨啊，他們都會寫給我們，就是早上都會好像會開會吧，或者是老闆都會就是列一張單子給我們啊，就是比如說，這一天有幾個客戶他們沒有很滿意啊，對，但是我們也碰到很多很好的客人啊，就像比如說聖誕節啊，有時候你就會發現，有一個信封打開是20歐。這就是小費，對，然後或者是一瓶酒啊，或者是他們自己釀的那個有機的蜂蜜啊，所以我覺得就是還不錯啊。還有收到果醬過，所以你前後總共送了多久？我們送了，我們第2年就開始送了，我來奧地利的第2年就開始送，一直到去年的4月。恭喜亞團早晨4點紅蟲送報紙嘅日咧 ，Christine 講雖然辛苦，殺動沉刻，因為2、3年雖然冇錢。沙做地強心為到夢想三忙打拼，希望有自家嘅屋，也下願夢做得嚟，感情啥冇得嚟，佢唔敢講自家已經完全變下，不過佢們相信一切緣分都係生命嘅累積。不過想起啲台灣嘅屋下人 ，Christine 還係知道欠佢嘅動作。
然后，但是我觉得来这边这8年，反而让我就是觉得爸爸妈妈最重要。对，就是很多事就是无可取代的啦。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发生什么事情，家人永远都是你背后的后盾。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一定要就是我回去还是留在这边，他们就是觉得我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对。那我就是现在真的就是觉得想要存一点钱嘛，然后我自己做的这个民宿也是我以前跟他的梦想嘛。那现在虽然就是我自己在继续实现这个梦想，但是我也会继续撑下去。我觉得你好勇敢哦，你都没有在怕对面前的事情，然后什么来我就做。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去面对嘛。亚拜来拜访嘅時機，拄好遇到 Christine 青翠肉，晒也千堅強嘅人生轉變。8年前無顧一切為愛來到 Salzburg， 也下同時愛面對無體力嘅感情，老擔驚他鄉嘅經濟壓力。Christine 選擇愛堅強面對，不過離開台灣也8年 ，Christine 知道得到青島嘅係做得感受到野愛對自家嘅愛，離開安逸，見到嚟家咩老野愛嘅距離。以為行卡到嘅細想法，也未係當幸福嘅事情。唔過啊，雖然賭錢創業，咪希望你啊，我好好照顧自家，唔好缺乏體力哦。